歡迎大家嚟到 DAS 嘅投資學啊！下一周講美股周策略嘅觀點係恒指弱勢震盪，避險對沖，美指滯漲衰退，慢慢。咁今朝早凌晨個關稅中落地咗，咁我睇下市場表現一嚟全線暴跌啦。咁其實我喺直播間周策略已經同大家反覆提示相關嘅風險，點樣去避險，點樣去對沖。咁今朝早寫咗一個關稅嘅一個解讀，政策嘅解讀等等，會同大家詳細去睇一下。咁先嚟睇下指數嘅一個走勢。港股弱勢震盪，避險對沖。咁今朝早受呢個關稅全球資本市場嘅拖累，恒生指數其實係大幅低開，尋求咗30日線嘅一個支撐，行出一個低開高走嘅動作。整體嚟講，我認為偏強嘅。雖然有個下跌，但係佢有一個明顯嘅底座。咁我講下觀點，恒生指數後市我睇弱勢震盪，並不具備大跌嘅基礎。如果有大跌，我哋去飛吹做多嘅機會。大家咁話，第一個就係乜嘢？第一個美元指數持續貶值，美元走弱咁美元走弱對於新興市場係一個震呢個背景之下恒生指數有冇獲得資金嘅一個支撐？咁第二個政策，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適度鬆。政府工作報告話，今年嘅赤字率係要達到4%，歷史之最。所以喺政策持續托市嘅背景之下，恒生指數呢個位置，我認為仲係升難跌。之後就係估值。港股估值洼地，估值有個收復嘅預期。所以喺呢一個背景之下，我用恒生指數呢個位置，從長期嘅角度嚟講呢個位置我仲係持續好。但係呢短線由於呢個關稅嘅呢個系統性風險喺度加劇緊，之後有個日力效應前面同大家講過，但係4月份H 股佢嘅呢個收益都係偏低嘅。咁第一層邏輯我同大家講過，就係呢個財務嘅披露。所以喺呢個背景之下，恒生指數呢個位置，我認為想升都難。所以佢其實處於一個乜嘢？長線睇好，但係短中線被受壓嘅個階段。所以我對恒生指數呢個位置，我認為本個月我都係睇震盪偏弱，維持23000到22500呢個點位，仲有一個震盪為主。咁接住就係美股嘅一個分析咁美股嘅話滯漲衰退，慢慢。我前面我呢個位置同大家講乜嘢？之門下跌中計，我同大家復下盤，我周策略美股嘅觀點。人腦之門下跌中計，難言樂觀。特朗普特色衰退越演越烈，之後呢個階段我睇。咁其實呢個位置同大家講，已經好多人話呢個位置可唔可以抄底？我當時我嘅觀念就係為時尚早。而家咁話，美股佢下一輪嘅敘事邏輯係乜？滯漲衰退。所以納指呢個位置我同大家講，呢一波調整嘅呢個周期，我認為超乎大家想象。所以我當時同大家俾咗一個窗口就係乜嘢？6月份呢一波調整，我睇到6月份跌到幾耐我唔知，跌到呢個空間有幾大我唔知，但係我認為到咗6月份啦，美股呢個信息面呢個關稅嘅呢一個效應，美聯儲嘅一個貨幣路徑，只有一個比較清晰嘅一個信息結果喺呢一個6月份之前，我認為美股其實係一個咩巨大嘅上系統性非系統性風險係特別大嘅。所以今日納指我睇呢個盤後嘅呢個指數係一個大跌嘅，已經係一個破位下跌嘅動作。大家講下跌空間繼續打開，
鴻圖萬萬呢個時候，反而係我哋乜嘢？我哋要逐步離場嘅時候啊，而唔係話呢個位置你繼續去抄底同大家講呢個，我就問你，你可唔可以頂到6月份？如果你仲有持倉，你仲有做多美股嘅朋友，你可唔可以撐到6月份？嘅話，我認為呢個位置大家小心啊，仲係要小心，下次繼續睇淡後市啊。下一個瑞士邏輯係乜嘢？係滯漲。呢個我唔係話呢個位置大致同大家講，我喺前面呢個位置我就同大家講過，特色衰退越演越烈。大家講咗下一輪美股下跌嘅邏輯將會係滯漲，但係呢滯漲需要宏觀數據嘅支撐，所以後面同大家講宏觀數據嘅呢個披露係重中之重，重中之重。經濟停滯、貨膨脹、滯漲，到呢個位置啊，喂，風險非常之大。咁講咗指數嘅觀啊，又回到我嘅呢個今朝早係寫咗一個關稅嘅一個解讀啦。詳情大家可以點擊呢個鏈接做一個領取啊。我簡單講幾個重點啊，講核心嘅關稅嘅呢個表格啊，表格。整體嚟講，我認為最超預期，我個人認為最超預期，係對東南亞都加徵大幅嘅關稅。印度、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呢啲東南亞國家都加徵大嘅關稅，呢個我認為係市場最超預期嘅地方。同大家講就係呢幾年啊，中國啊工業產業啊有個轉移嘅動作啊，大部分呢個產能都係轉向咗呢一個東南亞國家，為咗乜嘢？其實都係為咗要避美國嘅呢一個關稅，但係而家啊，美國乜嘢對東南亞呢個關稅力度都係非常之大，所以同大家講就係而家係呢幾年好多中國嘅一個工廠啊公司，其實呢個努力付之一炬，付之一炬。呢個內容係呢個最超預期，呢個係我冇諗到嘅地方。咁我講下呢一波關稅嘅一啲核心嘅細節啊，基準關稅本來市場預期係大致係10到15%，所以基準關稅10%啊，整體講係符合預期，係符合預期。對等關稅啊，如果大家具體嚟睇啊，中國34%，日本14%，歐盟20%啊，咁大部分主要貿易夥伴都係10%。4月9號生效，咁而家有一定嘅一個談判修正嘅呢個間窗口。加拿大啊、墨西哥排除喺互惠關稅制度之外。汽車呢個內容係超預期嘅，所有外國製造嘅汽車將大家知道呢個汽車係咩？佢係全球化嘅佈局嘅一個產業。咁25%嘅關稅對呢個經濟會產生非常之嚴重、非常之嚴重嘅氣。第一大產業係乜嘢？房地產。第二大產業就係汽車。所以對汽車行加徵20%嘅關稅，我係呢個位置將會重構全經濟嘅格。咁而家啊，我睇下而家最新美聯儲啊 CME 美聯儲嘅觀察數係乜嘢？5月份降息25個基點啊，隱含嘅一個概率已經從19% 降至13%。美聯儲喺6月底之前降息嘅隱含概率已經從24% 攀升到31%。所以喺呢個最通脹嘅預期之下，喺呢一個衰退嘅預期之下，其實美聯儲上下兩，所以後面啊就交俾美聯儲睇佢點樣表態。佢到底想撐呢個經濟，係想對抗呢個通脹，睇佢點樣算？佢想救經濟定係救呢個通脹？所以下一步重點關注咩表態？咁接住就係講下我嘅指數嘅觀點啊！我同大家講就係而家操作難度係非常之大，操作難度非常之大。呢個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我近排我同大家分享嘅策略觀點都係乜嘢？避險、消費、黃金啊！我認為呢個位置我同大家分享嘅策略係我認為係非常之精準嘅啊！你睇下黃金
而家仲喺度創新高，黃金仲喺度創新高。呢個時候同大家講，人哋都喺度蝕錢，你賺錢。呢個時候係我哋控制回撤嘅時候，控制回撤嘅時候，一定要做啱市場嘅一個主線，有一個避險對沖。所以同大家講就係，如果大家想要呢個消費同埋呢個黃金嘅呢個策略專項嘅朋友，大家可以做一個領取。咁本週我都仲係分享黃金嘅個機會。當然啦，我喺原來3月17號嘅基礎之上，有個更新最新嘅一個策略。3月13號有同大家重點分享黃金嘅相關機會。而家最新係乜嘢？已經係到$3200。所以本週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金股標的金，反覆同大家提示嘅，連續3週分享黃金嘅操作機會。咁邏輯就講到呢度啊。咁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拜拜。